就今日嚟元朗公園，我就搭268B 喺彌敦道嚟嘅。咁仲有其他車可以嚟到嘅。我就係搭268B 啦，元朗公園站落車。一入口嗰度就有個寵物公園，到處都有個性。一落巴士嗰度咧，就有個寵物公園啦。跟住咧，一上邊咧就係元朗公園啦，有個雀鳥嘅地方。元朗公園咧，以前好多團嚟嘅喎，係1日團啊，屋村旅行團。呢度直上咧就係一個雀鳥嘅公園，雀鳥嘅地方。跟住呢條路直上，都好多外傭姐姐喺度。中秋節啊，有啲外傭姐姐喺度野餐。野餐嘅又有，睇書嘅又有，自得其樂啊！呢個就係元朗嘅雀鳥潭啦，行上去睇下先。哇！音樂家又有，樣樣都有。入到嚟最緊要係咩咧？有冷氣啊！露出藍色嘅皮膚，仲有最令人讚歎我係頭頂絲帶狀嘅羽冠。我哋嘅羽冠仲可以表達情感，例如同性朋友嘅時候會豎起羽冠，上下擺動頭部，吸引雌性嘅注意。我哋體長約25厘米，體重70到115克。我哋嘅歌聲甜美。係咪好清脆可能呢？大家見到我哋嘅時候，好可能會吱吱喳喳好多歌聽㗎。長官發歌小姐，我去過好多地方，點解？要經過啲咁重嘅鐵，因為驚啲鳥飛出嚟啊！大嘴鳥，呢度12點鐘收工㗎，半場休息12點鐘。一路可以行上去啊！就呢一度就一路上去。
開放時間，而家係10月至3月，上午8點至12點，跟住就1點至5點半。哇！蝴蝶啊，一雙一對啊！哇！幾多雀仔聲！哇！啲姐姐自得其樂啊，真係野餐嘅野餐，睇書嘅睇書，打工打成咁幾好啊！